好啦，同學，今日咧我哋咧上反手推動嘅乒乓球堂。咁咧我哋做少熱身嘅，每人一個球拍同埋一粒波，攞完之後去翻原位。好，咁我哋開始喎。我將你個球拍貼近自己嘅心口，係啦，你哋可以根據翻你自己中意揸拍嘅方式，shake hand 啦，或者 pin hold 啦，跟翻你嘅方式貼近心口，波擺喺你個球拍度。我想你試下咧，就係咧咁樣反覆原地咁樣推一波做15下嘅。好，試下依家。好 good， good， 係啦，根據翻你哋嘅能力去翻個高度就 OK 啦，15下。OK good， 好，之後咧，我哋咧增加少少難度嘅。我哋咧唔止喺度做之餘咧，我哋要慢慢推高我哋隻手向天，至少高過你嘅頭部。之後咧再落翻嚟。好，試下咯喎。係啊，試下咯喎。如果跌咗嘅話咧，就重新試過一次啦。如果跌咗就重新試過一次。上去嗰一下可以試下慢少少嘅。好 ，OK 啊，幾好啊 ，Lucas 做得。不過試下再貼近少少個胸。好，大家停一下。好啊，記住，我哋咧，我想我哋盡量個球拍係擺喺心口呢一個位置嘅，幾時都係嘅。陣間咧，我想咧，我哋挑戰多少少，我哋上嚟落嚟為之一次，我哋做2次。好，開始。唔緊要，跌咗嘅話咧，就要重新開始過啦。試下貼近胸啦。哎呀，係，呢度攞波，呢度攞波。啊，祝同學嚟。good， 係，我翻嚟。喂，記住，好，停一下。記住，我想你哋做嘅咧，係咧的波呢一下咧個高度咧唔係太高啫，大概咧我會話有可能3 cm 就夠噶啦。每一下剔波上嚟呢一下，幾時剔波都係3 cm 啫，我哋唔會無端去到好高嘅。好啦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咧喐埋隻腳步，我哋咧來回，我哋做2次之餘咧，我想咧我哋做少少原地小步跑，咁樣落嚟為之1次，之後做2次我哋 ，OK 嘛？好，開始。哇！原地嘅，殺同學，原地嘅。OK 啊，好靚啊，好靚嘅姿勢啊 ，Lucas 貼近心口，貼得非常之靚。哎呀，小心，係啦。記住望下你同伴，有波，好繼續。哎呀，原地小步跑，殺同學 ，OK， 好，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將啲波擺翻落個籃先，球拍擺喺張台度，我哋做少少動態嘅伸展，之後先繼續。好，各位同學，我哋嚟前面呢個空位，我哋做少少動態伸展先。好，做個簡單嘅合埋手，左腳腳尖掂地，係啦，轉下手腕同埋腳腕。因為陣間咧打乒乓波，我哋會用到好多手腕位嘅。好，轉腳。好，做多10秒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雙手向前打圈，係啦，盡量雙手伸直貼耳仔嘅，係啦，盡你嘅能力。係啦，盡力得㗎啦，係知道，做多10秒。3、2、1，好，我哋向後一樣，都係雙手盡量貼耳仔嘅，伸直向上伸直 ，keep 住向後打圈，係啦，大家做得好好啊！伸展下我哋啲關節先。好，跟住我哋前後弓步。轉腰，跟住後腳上翻嚟，再到後，另一隻腳向後轉，好，將向後踏，係啦，做10次啊，做10次我哋就可以停低啦，係一齊做。好，做完就可以停低啦。係 Lucas good。好，跟住最後做一個開心跳，打開雙手放低，打開雙手放低 ，OK， 好開心咁向上跳 ，OK， 準備
3、2、1去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係啦 ，good， 係盡量兩個身波踎，繼續做多5下，5、4、3、2、1 ，OK good， 好完。OK 好啦，跟住嚟咧，我就想每位同學攞一塊拍過嚟先。係啦，企喺我側邊。我哋陣間咧學一個反手推擋嘅動作。陣間我想呢度每人企一個同學仔，企喺4個角度。OK， 陣間先。而家睇下我動作先。陣間咧雙腳膊頭闊，微微坐低，重心少少傾前，球拍擺喺心口面前。係啦，咁個碗咧可能會向內扭少少嘅，然後向前推直嘅，係啦。咁陣間我就想大家原地喺度做15下 ，OK？ 1、2、3、4 ，OK？ 如此類推，好冇？好，同學仔而家企喺呢4個位置先。做嘅時候，我想你數出聲，話俾我聽你做咗幾多下 ，O 唔 OK？ 好，準備開始。1、2、3、係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5下喎，仲有5下係。14、15。好 ，OK， 大部分同學仔都做得好好嘅，我加多少少要求好唔好啊？個拍咧，我想你按撳低少少 ，OK， 向下壓少少，好唔好？咁樣我哋再做多次，咁樣咧重心都係 keep 住坐低啦，上下可以穩定啲，就唔好太高啦 ，OK？ 我哋上落少少就 OK 噶啦，隻手大家都做得好好嘅，有伸直，欣賞你哋嘅。好，再嚟做多15下俾我 ，OK？ 準備去。1、2、3、4。係啦，太高啦，坐低少少，係。重心穩定。9。上落得太緊要啦，可以細啲，係。13、14、15。好，跟住我哋做下一個動作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想你哋分2個人一組，咁咧就係喺呢一條直線嘅台內嘅企。咁不如阿祝同學同埋薩同學一組，咁 Lucas 同埋阿景同學一組啊。好啦，可唔可以Lucas 褪後少少？我想做個示範。咁咧我哋咧頭先咧做咗一啲姿勢，今次我哋攞埋波嘅，但係因為你哋第一次做咧簡單少少。景同學可唔可以擺低個球拍啊？係啊，唔該。我哋咧將個波拋高，當佢彈咗一下台，我哋推個波過去。咁另一邊嘅同學係啦，你可以嘗試用隻手先捉住粒波先。咁咧，阿景就用翻同一個動作打翻個波翻嚟，試下咯喎。嗱打網咧就唔計，記住推向前嘅，再試多一下。係啦，腳捉住粒波。咁咧，我哋練習一下，嘗試下就係反手推擋呢個動作先。好。係啦，咁有波嘅開始先啦，有波嘅開始先。腳係記住推向前嘅，非常好，見到你哋推向前嘅，試下自己粒波 ，very good， 好。睇下先，阿祝同學嘗試坐低多少少，係啦，微曲膝 ，very good， 好靚，好靚，好靚，哎呀，記住我哋推向前嘅粒波。當你覺得熟習咗啲啦，個波可以嘗試一擺低少少之後推向前嘅。中學錯嘅手臂可以伸前多少少，叻嘅仔，好，停一下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玩一個小遊戲，我哋咧兩邊鬥快嘅，我哋試下咧就係兩邊鬥快10球，即係如果你打到過去，人哋捉到嘅話，第一入1球，我哋加埋10球，如果唔過網或者反彈唔到個台度嘅話，就唔計 ，OK 嘛？好，預備啦喎，開始，喂，唔計啦，薩同學咁咧。好靚啊，係啊，好靚嘅姿勢啊，好靚嘅姿勢啊 ，Lucas， 你可以見到佢有微膝，同埋咧佢嘅腰係直嘅，係啦，個球拍推向前嘅，記住個球拍咧都要內收少少嘅。喂，哇，薩同學有犯規嫌疑啊！係見到薩同學。嗱，見到咧就係咧 Lucas 同埋景同學嗰邊咧就係微微勝利嘅。咁唔緊要，好啦，咁咧不如我哋今次頭先大家我見到咧，你哋有屈膝少少啊，之後前推啊，個眼睛又望向前啊，之後貼喺心口度，非常之好嘅。咁我想繼續 keep 住啦。咁今次我哋加到15球，好，有冇問題？冇。
好，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就 ready 啦喎。好，預備，開始。喂，捉唔到喎，咁就唔計咯喎。好嘢，好，雙手捉波靚，靚推 Lucas 做得好好啊，嗰個前推好靚啊，勁。後尾曲，睇下保倫嗰組先啊。OK， 祝同學非常之靚嘅一個動作，好靚啊，鎖腰啊。OK， 好靚，祝同學。我可以前傾多少少嘅殺同學 ，very good， 好靚啊。OK， 好。咁暫時落嚟係啦，我哋見到咁咧，殺同學嘅組咧係今次咧贏咗先嘅，係啦。好，各位同學，我見你哋啱啱都有嘗試去做一個反手推擋嘅動作啦，我都見到你哋逐漸掌握到反手推擋嘅動作啦。咁我想問下啦，仲記唔記得反手推擋個姿勢係點嘅咧？係啦，重心坐低，上身慢慢向前傾。跟住握手腕係啦，球拍擺喺咩位置？心口。係啦，心口位置，然後向前推，係啦，隻手盡量伸直嘅。咁咧，啱啱你咪用手捉住個波嘅，而家就想你哋對賽就唔使捉住個波啦，連續打。我同我景做一個示範下。係啦，我哋嘗試推直線 ，OK， 我哋打呢條直線，隻手啦 ，keep 翻住伸直啦，重心坐低啦 ，OK， 好唔好？咁你哋兩個一組打直線，好，俾個波你哋。有波啦。係啦，開始。嚟啦 ，Lucas， 開。好，重心 keep 住坐低下，攞翻個波先，停一停。好，咁我計時咯喎，我哋嚟個小比賽，1分鐘內嘗試打到30球，數出聲嘅 ，OK？ 準備，有波未？係，開始。1、2、3。係啦，電網嗰啲唔計嘅，係啊。6、9、8、11、10。重心坐低，有冇？係啦，球拍 keep 住擺喺心口前面，係啦，視線望前。記得推直向前推，壓拍。仲有時間嘅，慢慢嚟，最緊要慢慢做個動作。31、32、33、35、46、99、38。好，做個30球就可以停低啦。30。好，大家只係用咗37秒啫，係啦，距離1分鐘仲有啲時間嘅。咁啱啱見到啦，都仲有啲棘住過唔到網啊，又或者出界嘅情況，咁我哋點算呢？係啊，大家我見到個重心咧都係未夠低，我哋可以再坐低啲，隻手記得伸直，個拍可以壓低少少 ，OK？ 係啦，盡量推直快把 ，O 唔 OK？ 好，再嚟多次，再嚟多次。今次試下1分鐘40球喎 ，O 唔 OK？ 好 OK。OK 嘅，好，再嚟 ，Ready Go！ 數出聲啊！係啦。阿毛重心坐低少少，係啦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。係啦，眼望前面，準備迎波，球拍可以壓低少少，係啦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係 keep 住 ，OK。29、19。Lucas 重心坐低，係。係。OK，keep 住，重心坐低，係。隻手伸直，推直，哦 ，OK， 用咗42秒啫，有進步嘅，好嘢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咧會玩一個對角嘅反手推擋啊。咁咧，我想Bowen 同埋 Lucas 轉一個位先，係啦。好啦，都係唔好意思 ，Lucas， 可唔可以褪後少少？我想做個示範咁嘅。好啦，咁咧，我同咧阿景同學咧就會咧係反手推擋，打到去對角嘅乒乓球台嘅 ，very good。係啦，我哋反覆試下咁樣猜。咁咧，記住我哋個波一定咧要打到去人哋依一邊個長方形嘅台度嘅，咁樣先計嘅。有冇任何問題？咁我哋就嚟咯喎，我幫你哋執翻粒波啊！好 OK 係嘛？開始我哋做少少練習 ，Let's go！ 係記住個波推向前少少，哇！等陣先，有冇事？繼續。記住個人前傾坐低少少，咬實個手腕啊 ，Lucas， 同埋唔好掂台 ，Lucas。係啊。
後邊有下你啊！冇亂講。 OK 喎，大家個動作做得唔錯。哇，小心係啦，記住我哋打到人哋個台度。好，停一下先。等下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如果話咧我哋唔再係直線打，我哋係打對角嘅話咧，咁我哋隻手類似你當有個 follow through 咧，我哋其實係要推向邊邊啊？對手。係對手嗰邊，我哋要面向邊邊啊？面向對手。係啦 ，very good， 我哋面向對邊嘅。好啦，如果你覺得個動作太困難嘅話，你可以做翻之前咁樣拋一下波，再推過去嘅。好，再試多5次。好 ，let's go。係好啲啊，好啲啊，係啦，面向你嘅對角，好靚啊！景同我個動作 ，Lucas 唔緊要 ，Lucas 呢度有波。好 ，OK， 好，停一下。咁咧，我哋好似頭先咁玩一個遊戲，我會計時。咁計時咧，我想你哋挑戰1分鐘之內咧30球嘅。但係記住，如果你唔過網，掂唔到個台，或者嚟 Lucas 嗰邊打唔中依一個長方形嘅部分咧，都唔計嘅。好，數出聲我記住。好，預備，開始。哇 ，OK， 太高啦 ，Lucas 試下個波，實同我試下個波打多啲。好靚喎，好。速度嗰邊幾好嘅，有冇可能加個節奏？可唔可以加快個節奏？好靚，好靚。速同我試下個膝頭曲多少少。提波。腳。17、18。啊，好靚嘅姿勢啊！景同學見到佢個手腕咧鎖得好實嘅，同埋佢係推向前嘅。40。喂，阿薩同學，幾多35秒？叫打到對面台嘅，好靚啊！好靚台，one hot。30。44秒 ，very good。好，我想開始之前再做一個示範。記住咧，我想你哋加多一樣嘢。我見到你哋咧揸球拍好靚嘅，擺喺個心口度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嘗試咧，好景同學，我哋試下。哎呀 ，sorry， 我哋試下一個球拍再前傾少少，做兩下。sorry， 前傾少少。哎呀 ，sorry， 做咗一下試。前傾少少，係啦，我哋試下低啲嘅，我哋試下低少少，加快個節奏。好啦，今次咧我哋都係一樣，我哋加到去，都係頭先40球啊嘛，我哋加到去50球，試下1分鐘50球，睇下得唔得？試下挑戰自己，好啊，預備，開始，1分鐘50球。唔中啊你！係啊，唔中啊。2、6、3、4、8。係，Lucas試下球拍咬低少少，壓落去，係啦，靚 ，OK， 唔緊要。腳，哎呀，追翻波！喂，佢彈翻我哋嗰個。追翻去。好難啊 OK。17、18。唔係，仲有幾好啊？記住推向前。腳。23、24、25、26。OK， 腳。係，哎呀。40秒。 39。 OK， 實同學。好，直腰啊！實同學可以試下再直腰少少嘅。38、39。好啦，最後10秒。爭少少咋 ，come on，keep 住佢，追到佢。42。哇，好似未喎。45。 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OK， 腳。好，我見你哋咧非常之全力以赴嘅，好盡力嘅。但係我想你哋下次咧試下咧再前傾多少，重心再低少少。你個球拍如果咁高嘅話咧，個波咪打得好高咯，所以低翻少少。好，各位同學，啱啱咧見到大家都做咗幾個反手推擋嘅練習啦，咁我哋而家嚟玩個遊戲實踐下咯喎。咁咧，我哋玩個反手推擋嘅接力賽。咁我同 Lucas 一組示範下先。陣間兩個前後企，咁我打完之後咧，我就會向左邊走，後邊嗰個咧就右邊上，咁啊避免衝撞啦。OK。好，再試多次啊！緊要。做嘅期間咧，記得做翻反手推擋嘅動作。OK， 個流程就係咁啦。OK， 好，可以。咁咧，而家 Lucas 同阿聰有一組，波雲同阿 Taylor 就一組。咁我哋開始試一試，做10球啊，連續數出聲。4、5、6，係啦，記得阿聰要重心坐低。係啦，隻手推直，係啦 ，good。好 ，OK。
見到大家都連續做到啦，咁就企翻呢個陣咯喎。我俾題目你哋，你哋打嘅時候要答到我嘅題目嘅。而家要講運動名稱 ，OK？ 運動名稱諗好啦喎。好。準備要打到，兼且要講到。阿聰記得重心坐低啊！做嘅時候隻手推直啲，個球拍喺心口出發嘅，做翻個反手推擋嘅重點。係準備。運動名稱。係準備去。運動名稱。講出個運動嘅名稱，例如手球、排球等等。我嚟先，預備咯。手球或者排球，準備去。欖球啊，手球啊，手球。乒乓波啊，乒乓波。誒，波人記得隻手推翻直。劍擊啊，劍擊。武術啊，武術。田徑啊，田徑。游水啊，游水。泳水。你又唔知咩波啊？重心坐低，坐低先。滾陸我都泳啊。田徑啊，游水啊，游水。好，等陣先，暫停，重複咗啦。波雲呢邊重複咗啦係啊。好，我想提醒翻大家，我知道大家好專心去諗要答我嘅題目，但係記得做翻嗰個動作要點，重心坐低先。啱啱好多同學仔都企咗起身，咁就打咗啦。我哋坐翻低，球拍擺翻喺心口，推前嘅 ，OK？ 做翻呢幾個重點俾我。但係我欣賞你哋啱啱都有來回猜到好多球嘅。好，轉題目咯喎。中學嘅科目名稱 ，OK？ 中學嘅科目名稱，諗好咯喎，好，準備去。家政啊，中文。木工啊，視藝啊。誒，重心坐翻低，係啦 ，OK。阿聰隻手有推直嘅中史體育小息是。 ，OK。呢邊又冇咗一分啦，而家2-0啊，2-0，都係記得個球拍喺心口度出發。推翻直，啱啱阿聰有推直啦，但係重心都係坐低啲。好，再嚟咯喎，水果名稱，係啦，諗都要做翻動作啊。好，準備嚟。榴蓮、水蜜桃、蕉、菠蘿、波雲隻手要推直嘅，推直，係啦，推直啲。果、哈密瓜、青蘋果、非洲橙、非洲。好啊，阿聰呢邊冇講到，而家2-1，OK？ 係。非洲橙係咩嚟㗎？係啊，所以而家2-1啦。啱啱阿聰冇講到，非洲橙都。我當你講咗橙啦 ，OK？ 好，跟住最後一鋪咯喎，我想你講國家名稱，國家名啊嚇。好，我想咧開波嘅時候拋高第一下先落台，唔係彈咗波先至開波啊。好，2-1，準備咯喎，國家名稱去。美國、中國。係啦，波人及利亞、法國。姿勢又做翻好啦。澳洲、誒，反手推擋喎。比亞、非洲、哎呀，土耳其、西班牙、克羅地亞、肯亞、荷蘭、瑞士。誒，冇啦，而家2-2打喎。OK， 好，所以想問翻大家啦，雖然大家玩呢個遊戲好開心啦，非洲橙都出埋嚟啦，都想問翻啦，提翻大家反手推擋嘅動作係坐低先，擺心口向前再，係啦，個手腕咧要微微向內咬，係啦，壓一壓跑，係啦 ，OK。好啦，咁咧我哋玩第二個活動嘅，咁咧你哋已經好似上堂已經學咗正手攻球同埋正手嘅開波啦。咁咧依家咧我哋會打一場比賽嘅，咁你哋兩個就係一隊鬥佢哋兩個一隊嘅。咁咧用翻我哋上堂學過嘅所有嘢出嚟。咁咧因為我哋今日個主題係反手推擋啦。如果咧當你進攻得分，反手推擋得分嘅話計2分。我話計2分，咩意思咧？即係例如話。你反手推擋個波過去之後，對面隊打唔翻個波過嚟，例如中網掂唔到個台，都等於反手推擋得分2分。OK 嘛？我哋打10分。好，咁冇問題嘅話咧，我想兩邊派個代表出嚟包剪揼，贏咗嗰個開波先。包剪。哦 ，OK， 好，呢邊贏咗。好，記住，咁咧每邊開波2次。OK 嘛？好，明白。咁聰同錯可以開始啦。係，聰同學記住，嗱嗰球計唔計啊？嗰球計唔計？係啦，佢輸咗，記住打自己個台先嘅。好啦，重新嚟個咯喎，係啊，放鬆啲。好啦，開波啦喎。OK，得分，幾多分啊？2分，2-1。
你反手推擋，唔係反手推擋得分2分。係啦。係啦，好2比1，繼續打10分啊！記住，好。OK， 唔該2比2。我哋睇下有冇人嘅反手推擋到得靚。OK， 好靚。哎呀，記住，好啦，暫時3比2，記住 Miko 同學，記住我哋推向前啫，唔好向高。好，繼續3比2。屌！喂 ，OK。佢反手推擋我得分喎，咁我係咪？唔係，係人哋打咗反手推。暫時係3比3啊，好靚。好啦，暫時未有人用到反手推擋。哎呀，好靚，得好靚一個動作。暫時4比3，4比3，Miko 隊領先1分。跟住，我想你哋嘗試當人哋正手兩邊攞波，順便聽下，當人哋正手攻球，我想你哋試下用反手推擋，保護翻個波。好，繼續4比3。哇！呢個波好高，好啦，好靚反手推擋得分。6比3啊！依家6比3，係你哋開波。唔係，我第2球啊，你第2球好啦，嚟開啦。OK， 好，暫時7比3啊！暫時阿聰嘅隊係領先好多，8比3。喂，嗱，依球罰球就計唔計啊？大家係啦，唔計8比4。你開係嘛？喂，加油啊！保雲隊追翻個波，試下追翻，好靚嘅反手推擋。阿茂嗰個係反手推擋嚟嘅，茂個反手推擋，嗱，俾多你一次機會啦，當9比4啦，好唔好啊？暫時9比5。Miko 開啦，波。好。OK， 9比6。嗰個係一個最進階嘅動作，初波嗰個我哋下堂會學嘅。繼續。好靚嘅正手罰球，好靚嘅反手推擋，但係擋到嘅，好靚衝。哇！好啦，衝隊勝利啊！個比數10比7嘅衝。好啦，咁咧對唔住，我唔記得講一樣嘢。我想下次咧就係開波咧，一邊開波2次啊嘛，每個人都開波1次嘅。咁樣反手推擋咧都係做少咗少少，都係記住。我想你哋嘗試正手攻球，人哋正手攻球嗰陣時，試下多啲用反手推擋進攻翻。記住個重點係咩啊？首先我哋嘅重心係點啊？係啦，雙手屈高，係啦，擺心口推向前。好，我哋嚟 Game 2。嗱，如果 Game 2衝隊仲贏嘅話咧，咁咧我就請佢哋嘢飲。係啦，好啊。我哋贏咗咧。咁我哋會去到 Game 3嘅，放心，我哋夠時間嘅。好啦 ，ready 好未 ？ready 好未？我哋開波啦喎！第1球啊！我開啊，我開。開始啦。喂，唔好俾佢笑容搞到啊！加油！嗱，依球就又係一個失誤啦，記住。我建議聰同學打嗰球波可以再輕力少少。其實你嘅力係夠嘅，但係唔過到強嘅。1比0，1比0。好靚，好靚嘅推擋，好靚嘅推擋 ，Taylor。哎呀，不過俾人哋擋翻轉頭。對得好，2比0。好靚嘅推擋 ，Miko。哇，4比0喎！個情況有啲危機啊！快啲啊，係啦 ，Miko 頭先嗰個腰好直嘅，同埋個人都前傾咗非常好嘅。哇，好靚嘅 fit 啊！但係依球推擋，哇，6比0喎！可唔可以追翻上去啊？加油，堅持住 ，try 試一球 ，come on 支持你。sorry 6比1啊，7比1，7比1。好靚嘅推擋，好靚嘅正手啊！正手翻，哎呀，8比1。你要飲嘢啦，你哋。一齊飲啦。好靚嘅聽。哎呀，9比1，9比1喎。喂，殺隊唔緊，試下追一球，試下追一球，一球啫，追。嗱，等陣暫停。嗱，喂，俾唔俾次機會佢哋？係，衝仔俾唔俾次機會佢哋？好，俾，好開波。OK。哇！好，咁咧，咁冇法，咁衝隊咧就獲勝嘅連續2次啊！好波。咁係啊，你哋想話可以握手，握下手，
呢個係一個 team sports 嚟嘅，有個 sportsmanship 喺度，又唔使咁小心啲。OK， 好。咁我見到咧，其實咧好多呢場比賽咧，好同埋個球星。好啦，好，我想大家咧，原地企，我想講一句先。我想大家學一下頭先 Miko 嘅動作咧，其實做得好靚。你可以見到佢前傾咬實條腰之後咧，去用佢個球拍咧，尤其咧係向下少少推個波，其實非常靚一個姿勢，大家可以多啲學習下。OK 嘛？好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哋而家做翻少少總結先。今堂學嘅技術係叫咩名啊？反手推擋。係啊，反手推擋。咁知唔知反手推擋嘅姿勢係？係出去彎個膊頭闊啦，係快跑擺胸前，斜少少。隻手。啱晒。咁條腰咧？係向前直，跟住個手腕要向內咬少少嘅，係啦，個球拍就自然向下壓啦，搭得好好。咁咧，今日我哋用咗手腕用咗好多啦，我哋拉手先，係啦，手指向下，係波雲手可以高少少，係啦 ，Miko 伸直少少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轉手，係啦，啱啱拉咗右手，而家拉左手。好，伸直少少，係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轉腰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另一個方向。轉嘅時候咧，眼睛可以望一望你個腳踭位置下，咁你條腰就會拉得再緊少少噶啦，就幫你鬆翻條腰。好，拉埋腳，同手同腳拉啊！拉一拉大髀，因為咧啱啱我哋都要坐低嘅時候咧，都會用到大髀嘅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轉腳。5、4、3、2、1，OK，咁我哋今堂就完啦。